经过台大认定是抄别人的论文了后，林志坚下晡随召开记者会，强调家己是无辜也无奈，因为台大挑工唔看伊所提出的资料，因会受到这个处分数了后，惊官司这条，也袂因为对手破乌就来放弃参选。那你说有没有被突袭的感觉？当然有被突袭的感觉，因为昨天信才寄出去，今早就这么大动作。 开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记者会。台大学论会伫8月初9早起公布审查结果，认定民进党团市长参选人林志坚的学术论文是抄袭。林志坚连暝伫下晡召开记者会，讲昨半暝才寄 email 予台大学论会，表达伊想要出席说明的意愿。台大却直接公布决议，予伊感觉真无辜嘛，真无奈。台大学论会为什么要这么不重视我的权益？为什么要让政治介入了这个学论？ 有这么急吗？林志坚的律师黄德英表示，伊向台大提出法院公证的资料，是会当证明伊的论文是写伫伊正方进前的。台大说调工无采用。台大学伦会苏宏达们居然无视于这样的公证书，法律上的效力，连司法院的官网都已经公告说必须承认其的真实性，居然在台大学伦会比法院还大。 台大决议内底是认定余正煌并无抄袭林志坚的论文，针对余正煌的律师表示，无排除会对林志坚提出侵害著作权的告诉，林志坚嘛做出回应。他还说他要对我提告，是非可以这样颠倒吗？这社会敢会使安呢？这个已经不是核心和雷金这样子哈，我真的觉得这人要厚道啊。 林志坚竞选团队表示，因会伫收到处分资料后提出法律行动。林志坚嘛坚定表示，伊袂因为对手的抹黑就放弃参选。记者林书豪、小桂林曾派文台北报道。